亲爱的日增八中，今天是你降临此世间的吉祥日，欢迎你，并愿你此生一切因缘任务皆得无碍圆成。成长于现代社会的你，是否总能说出所有想说的话？是否能够实现所有想做的事？在此由律法约制的环境，生活的一切皆需戒慎小心。然而你总能面带笑容，于佛法具足信心，并忠于藏族文化，特别是我俩竟仍然能以藏语完全沟通，这令我甚感欣悦，并从而得到勇气的鼓舞。这是给予我最珍贵的礼物。我思维着，这珍贵的礼物早已存在于你心中，如斯你的家人及朋友亦如是，亦会得到此心悦及勇气的鼓舞之温暖泉源，此自不待言。你所给予的快乐是任何钱财不能够得，任何有权者无法控制的。是以你乃是我所认证之雪域西藏才女，愿你于降临地球之日，一切所愿得皆任运而成，愿吉祥。棒，流浪者登真尼玛，2026年1月20日。是谁带来远古的雾暗？是谁留下千年的羁绊？难道说有无言的歌，还是那就不能挽回的转念？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想念。呀啦嗦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是谁人仰望着蓝天？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？难道说还有再美的歌，还是那风不能改变的转念？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想念。呀啦嗦，那就是青藏高